如果大家係好熟悉冬季炒幣嘅影片嘅話咧，其實我係曾經講過咧，3月開始咧，其實比特幣係好大機會見到一個熊市啦，又或者會有一個深度嘅回調嘅。而至於點解會咁精準可以測到係3月呢一個月份咧，其實都係參考翻過去比特幣喺牛市同埋熊市唔同週期嘅表現。如果我哋講翻週期嘅話咧，其實比特幣係有分4個季節嘅，分別係 Q1 to Q4。咁所以咧，其實喺一個 Q1 to Q4 入邊咧，我哋就要可以睇到市場嗰個買賣嘅情緒啦，又或者係一啲數據上啊、指標上，甚至係消息上邊有啲乜嘢會影響到比特幣。而最近嘅比特幣咧，其實最受到影響嘅咧，都係因為美股關稅戰嘅影響嚇，同埋 ETF 嘅資金不斷去撤離嘅。而我今日咧就會講多少少一啲關於未來嘅嘢啦，一個長遠嘅趨勢。其實基本上咧，自從3月之後咧，比特幣會進入 Q2 嘅行情，即係話喺成個夏天嘅行情入邊咧，其實比特幣普遍上係比較弱嘅。如果我哋可以留意翻成個周線嘅 K 線啦，OK， 最簡單睇 K 線啦，由3月開始至到9月之前咧。其實喺2024年，即使有 ETF 都好啦，比特幣其實都係回調嘅，由73,000幾蚊去到最低啦50,000蚊，而且咁啱睇到50,000蚊呢個位置係去到8月嘅嚇，所以其實咧，比特幣喺夏天咧，唔知係咪真係因為即係風水上嘅影響啦？OK， 夏天對於一啲金融產品咧，可能係比較有影響性啦嚇。咁如果再睇翻喺2021年嘅時候咧，由5月去到7月。都係夏天嚟嘅喎，係嘛？都係一個咧比較回調嘅季節，由64,000蚊落到去28,800幾蚊嘅。咁所以去到2025年啦，冇咗 ETF 嘅庇佑，同時受到美股關稅戰嘅影響，其實佢回調嘅機會率都係比較大嘅。咁而且呢一個都係一個好正常嘅操作。其實佢已經開始回調㗎啦，大家可以望下，自從佢跌穿咗呢一個嘅心理支撐之後咧，比特幣咧已經開始進入一個回調，而只不過最近咧係喺76,000蚊附近有一個少量嘅反彈，但係未至於話可以咧去到收復翻上去95,000蚊或以上嘅位置。即係話喺之前啦，哇叫大家喺92,000蚊做空咧，明明只係6日之前嘅事，但係點解可以好似爭咁遠咁樣嘅咧？嗱，比特幣就係咁樣噶啦，幣圈一天啊，人間10年，好多時你錯失咗一個機會嘅話咧，其實已經係接近1萬點或者100%。唔同你去玩美股啦、港股啦，好多產品咧，其實比特幣都有少少分別嘅，個波動性比較大。尋日啦，如果睇翻4小時，尋日咧其實嘅比特幣咧係個表現係唔錯嘅噃。點解會出現呢樣嘢咧？就係因為 CPI。有一個算係利好嘅消息，原本預測咧市場預期係2.9%，但意外地咧，佢最尾公佈出嚟嘅數值係2.8%，代表咧市場嘅通貨膨脹嘅情緒開始緩和啦，而且美聯儲亦都更加有信心咧可以去降息，咁啊令到市場咧就有一個比較利好嘅消息。我可以睇翻點解我冬季會話9月開始比特幣係有機會出現大升咧？就話因為喺可能7月30號，又或者9月17號開始啦，美聯儲就好有機會咧可以降息25個基點。咁我自己預得保守啲啦，9月開始咁可能降息機會咧比較大，因為美聯儲啦好多時會就住市場嘅情況咧去做出一啲改變嘅，即係可能例如今日3月就話會降息啦，有機會，但係去到4月咧，突然之間又話因為通貨膨脹又嚴重咗啦，所以我哋今年咧就唔降息噶啦。咁所以其實啦，面對住美聯儲會否降息咧，一日未去到嗰個日子，其實大家都唔知嘅。咁但係起碼我係根據翻成個比特幣週期同埋咧佢喺降息上面嘅預期咧，去做出一個判斷所以其實如果大家真係感覺到比特幣係要回調嘅話咧，其實係有幾個做法嘅。第一樣嘢就係你可以咧準備啲籌碼啦，去買比特幣啦，係嘛？咁喺呢個夏天有得好，我自己會覺得其實比特幣嘅回調咧係一個機會嚟嘅，係因為其實比特幣係仲會升嘅。去到今年嘅9月之後咧，比特幣咧往往都係會升得比較激烈嘅。如果大家留意翻2024年咧9月至11月咧開始爆升，所以其實可能喺成個夏天入邊係俾個機會我哋去做空啦，又或者係低位做多啦，甚至係喺低位買現貨，有3個選擇。如果喺期貨方面嘅話咧，其實會有更加多嘅機會嘅，因為比特幣可能進入收復行情，我就做橫盤啦。
做一個跌破嘅行情就準備下方做多咧，係咪？如果喺上方衝上去，我準備做空咧，而點解會做空咧？因為市場始終去跌穿咗呢個心理關口咧，佢都仲係需要時間修復嘅，而且市場冇咁多錢咧去炒加密貨幣。嗱，最近風險資產市場嘅錢咧，亦都不斷係流走啦。就算尋日有利好消息都好啦，其實美股嘅反應咧，唔係話相當之激烈嘅。而且加密貨幣嘅總市值咧，都係保持一個拋售嘅狀態，去到2.6兆啦，未有咁快可以收復去到3兆或以上。所以其實呢一個關鍵咧，就令到比特幣咧喺上方都會遇到一個比較大嘅阻力。所以其實個逃生門咧就仍然存在嘅。咁但係至於逃生門，可能如果咁靚，真係有聽東記講，上方走咗，然後做空，去到下方止盈，又準備下方做多嘅話咧，其實呢個係一個好好嘅操作嚟嘅。至於喺一個位置應該做啲咩決定咧，其實東記嘅會員點位都會幫到大家嘅。咁話説啦，就喺尋日咧係非常之可惜，差85點咧就可以成功做多入場。而且仲贏緊可能3000點嘅，如果喺80500蚊做多贏緊3000幾點，其實我自己都有啲心痛嘅，係啦，咁但係唔緊要，因為今日咧都會有一個新嘅點位，亦都係會繼續緊貼呢個市場應該要做啲乜嘢咧，係嘛？咁另外啦，東記嘅暫時3月嘅點位咧，都係止盈2張單，連續止盈2張單，原本差啲止盈3張㗎啦。咁就希望咧喺未來日子入邊咧，仲有半個月嘅時間，希望都做到4至5張單咧，能夠成功止盈嘅。咁呢個係我對東記會員點位嘅目標咧。如果大家有興趣加入會員頻道嘅話咧，記得撳翻呢條 link 啦。咁我哋都講一講比特幣最近嘅走勢。首先比特幣咧，其實喺上方仍然係存在一個比較大嘅壓力。咁你可以預計喺87,000至到90,000蚊呢3000點嘅區間入邊。OK， 咁因為咧，其實市場咧一跌穿，大家知道如果跌穿，其實對於市場嘅破壞性咧係好大嘅，就好少會出現一啲叫做 V 型反彈嘅行情。雖然呢度有少少類似叫做雙針探底啦，係嘛？咁但係其實市場仲未咧係測試緊上方嘅阻力，而最大阻力位暫時都係呢個周線嘅支撐阻力互換啊。OK， 咁所以喺呢個市場入邊咧，仲需要咧經歷幾次測試先知道比特幣嘅走勢係點樣。但係如果根據翻成個資金鏈嘅走向咧，比特幣上方嘅壓力應該比較大嘅。暫時又未有任何一啲叫做利好嘅消息去刺激呢個市場嘅話咧，咁上方嘅阻力一定係有嘅。而另外啦，如果大家係有睇尋日嘅影片，我有講過咧，其實比特幣咧係會開始進入一個短期成功收復嘅狀態，因為喺下方就出現咗一個頭肩底啦，而且再配合埋呢一條頸線，頸線就84000蚊，暫時準備去測試或者突破㗎啦。咁所以其實咧好快就會去到咧今日我東記心目中嗰個會員點位嘅做空位置嚇，所以如果大家記得把握機會咧，盡快加入會員點位啦。如果見到頭肩底加頸線準備突破嘅話咧，其實市場嘅收復咧係比較理想嘅，不論係1小時或者4小時都好啦。OK， 市場咧都會慢慢向上，再測試一啲比較大嘅阻力位嘅。OK， 咁呢一個就係短期嘅 pattern 啦。咁另外見咗底未咧？雖然佢有頭肩底啦，係嘛？咁但係如果我睇日線嘅話咧，其實呢個日線頭肩底同日線方面咧，都仲未話見到底嘅。OK， 因為如果真正啦，如果大家係知道比特幣係要見底見底嘅話咧，係一定係經歷咗好多次嘅測試。我哋睇翻成個2024年咧，佢呢一個嘅58,000至60,000蚊，其實測試咗1、2、3、4、5、6次嘅。有次更加低添，有次去到50,000蚊添。所以其實你見到啦，一個真正嘅底部係需要測試4至6次嘅。而暫時嚟講，呢個位置測試咗2次，所以有機會咧可能會繼續走嚟走去嘅，得唔得？咁以太幣方面啦，以太幣方面1900蚊，暫時嚟講咧，比特幣嘅收復能力咧比佢更加強，所以咧其實以太幣高位做空有冇更加有信心嘅？其實 OK， 因為你見到啦，其實如果日線方面呢度有少少類似一個叫做浪嘅形態。佢就不斷咁樣去走個浪，咁呢個類似一個下跌5浪啦，係嘛？咁下跌5浪咧，第一個嘅阻力位會係2100蚊，因為呢個咧係第3浪嚟嘅支撐阻力互換，而第二個就會係2500蚊，呢兩個位置嘅阻力會非常之大嘅。另外啦，喺支撐方面咧就要去到1500蚊至到1550蚊啦。
咁先至會有一個支撐位嘅。所以其實兩個重要嘅位置我都畫咗俾大家睇，大家可以自己去做參考啦。咁今日嘅分析就去到呢度啦。希望今個禮拜咧就仲有機會可以去會員點位入場。咁所以咧，大家記得把握機會啦。咁我哋明天再會，拜拜。